奇怪，怎么是茄子跟那个葡萄呢？你看葡萄，那是茄子嘛？哦，加那个是什么药片呢？维他命 B 吗？维他命 B 吗？胶囊拆开，把那个粉末倒进去，然后呢，可能维他命 B 促进生根了。还有黄黄的那个是鸡蛋，这个是芦荟，芦荟。你看茄子把它挖个草，然后芦荟，然后鸡蛋，然后这个是维他命 B 吗？营养品，然后葡萄，这样可以培育幼苗啊。这葡萄就这样，也没有拆开，就这样就可以培育幼苗啊。哎呀，还长根哦，还可以长根出来哦，怎么这么神奇啊？